喺英西嘅依3日行程裏面，因為天雨嘅關係，我哋只去咗一個收費嘅景點，就係呢一個洞天仙境。落車嘅時候雨勢特別大，所以我哋都喺客服中心避咗一陣間雨，到雨勢稍為緩和，我哋先至買飛入場。呢度嘅山上邊有一個好高嘅玻璃橋，見到都怕怕啦。我哋都係喺山下邊遊覽下算啦。呢度嘅門票正價90蚊。一張正價票可以帶2位70歲以上嘅長者入去，但係如果坐船嘅話，長者要另外俾多20蚊。如果有10個人以上，就可以買團體飛，不分年齡，每人都係60蚊。我哋就買咗團體飛。入完之後，我哋首先去到碼頭，着咗救生衣就可以上船啦。船上邊有導賞介紹沿途嘅風光，可以穿過山洞、小橋，近距離咁樣觀賞瀑布。行程好短㗎咋，幾分鐘就去到另一個碼頭，然後就可以上山啦。上山嘅路有2條，一條要行得比較高啲，上邊有一小段嘅玻璃橋。因為天雨嘅關係，我哋決定兵分2路，有部分就行下路直接入洞，有部分就行高少少去到二重天。去二重天嗰段路唔係好難行，但係啲梯級都比較高，加上天雨路滑，所以行得比較慢。過咗二重天嘅呢一道門就可以入洞啦。頭先喺船上邊望上呢個天坑比較似台灣，而家係比較高點望上去反而冇咁完整。終於行到呢個迷你版嘅玻璃橋啦，好似我咁唔夠膽行嘅唔使驚，喺旁邊另外有一條路可以通過去㗎。通過之後就會見到呢一尊觀音，係咪真係幾似呢？跟住就可以落返去睇返打卡點洞天仙境，呢個位置影相就最靚嘅，嗰度有工作人員幫你影相。當然你可以用手機自己影啦。影完相之後，兵分2路嘅團友會合返啦。今日雖然落雨，但係喺洞裏面都叫做有瓦遮頭，所以洞天仙境都可以算係喺雨天可以遊覽嘅景點嚟㗎。雖然係咁講，不過一場嚟到玩，當然希望好天，咁就可以去多啲地方玩啦。不過英西呢度嘅空氣真係好好㗎。就算邊度都唔去，就咁喺酒店附近大啖大啖咁樣呼吸住清新嘅空氣，都已經好舒服㗎喇。有機會嘅話，你哋都嚟感受一下。